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让中级和中高级认真阅读测验练功的保证。根据中高级课语能力指标，学习者必须有听说读写的各项指标能力，然后达成深化语境、复杂句子及文化学习的能力应考。所以你该考前为了示范，用作用名录面上，会用清楚的、较清楚的文章来做练习的文本，来加强各方面的能力。那这个课程的说明呢，我们会用文本练习来示范，然后结合例题进行题型练习，加强各位扩充词汇的能力，然后掌握抽象跟深度语义的内涵。应用做了深入到较有深度的文章，我们可以根据全国课语文竞赛的朗读类的题目，我们可以来这里找到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。再来呢，课语文学名家的作品，我们可以去拜读一些课语文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。接着各类课语文学竞赛的作品，这些课语文竞赛的作品呢，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竞赛作品，也可以来训练能力。这个什么能力？阅读的能力。再来，课语文的新闻、课语新闻的报道，也是名录新闻稿、网络新闻稿，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的阅读能力哦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以蔡承轩的《客从先五》、李怡玉老师的《外散步》来进行练习示范。